少有去做过吼，听你即摆来了解。有物不对，有呢，对有无对有，所以对有的来讲话，咱针对有的来讲话，讲后日要成果的，即啥有看无，咱看袂着。孔圣人伊30几岁，哪像去求的讲伫即个齐国正年了后，为原子收治，孔圣人就脱免治了，就做啊，就做啊。最大种地最周列国到魏国就到68岁，68岁伊看都不能万里行一天啊，不能行一天啊，所以咱甲种地主讲，归有五斗志小主公干公之公主各之官而不着公官公家是走上过头，官家是走无靠。所以公官该适用，孔子他带个地主倒来鲁国，搁再教育。像阮即摆，阮高阳单位工资要搁订8份，所以阮即每礼拜五，我下午来食，囡仔下午伫阮遐，工资要搁订8份，不论老少，反正即个你是工资，你一定要搁订8份，是啥啊？因为你讲的法，拢袂动遐伫即摆先。咱讲一个法，爱动遐伫即摆先。安尼呢，伊才会看世间看会破。我就是常讲过，明主去周列国，伊呢去见牛羊是老的时阵才去见牛羊的。那么是安怎起来7篇明主见牛羊起来头仔面？明主迄阵见牛羊已经老啊嘛。明主见牛羊，王曰：数万千里以来，亦将有以5国讲你老人家，伫你祖国来我娘国，你是要摕什么来？什么字来互我呢？明主毋当讲，王何必怨你？伊有仁义义啊！王才讲，我今仔日来是摕真义要来互你尔啊！所以咱即摆咱来要宣传咱生的一个工事，做宣传的工夫，咱若无从遐日子卖讲个心会动，伊袂进入时空的过程。因为天下的景袂卖咱太深，这嘛事实，天下的景袂卖咱足好足，袂卖人真正足水的就对啦。你真要啥就啥，你要穿水，你要大好，你要啥货，都有啥货真正命，袂安怎？袂来就袂来。所以你来讲会动个心。那明主咱讲啊，唯有仁，讲王何必怨你？亦唯有仁义义。讲王越可以2国，大夫越可以2国家，士人可以2国心，上下靠真理，2国为义。你甲看，这个时代毋是交个时代相像吗？人讲这个时代就是不亚于春秋啊，上下有咧靠真理无？你甲看，尤其这人在咧选举咱若毋知咱做咱的作风做偌好，还做偌歹，咱去共选举，人就拢把咱编出来。咱毋知咱安怎安尼做啥，伊就甲你讲出来。咱毋知咱安怎1分钟喘几个气，伊就甲你讲出来。你看看，这个人是安尼。实在毋知安怎去查来查去，对吧？所以是千万很难了解。我这个人对我当安尼，地甲到天堂我当安尼吗？你若是讲，我做个代志，天毋知地毋知，无晓啦，毋知影啦，咱来了解。你来看，人逐个拢知了解，因暗暗在做好事的。人讲人间事理，天文作对啦。我今日偷偷咧讲的，你的旁边今日咧讲的，毋过天公咧听咧，天地咧听，哪就要谈讲咧？人讲天文作对啦，咱来了解。真正了解，袂使无了解，所以有交无对。所以咱真呢，用这个有的来做无的工作，用这个有的来做无的工作，用这个有形上的物件来行无形上的道理。
经过明珠甲芳，芳有出来无？芳无出来。到点时，汉调，汉调动了，数码前写数字，了，孔圣人的名才走出来。经过1000年了后，经过1000年了后，孔子的名才走出来。真难咱了解。咱今仔日修道，毋是咱今仔日修，2笔啊几孔尔，随咱讲，哦，伊是生生大仙啊，什么佛祖啦，什么菩萨啦，莫想遐济啦，咱莫去甲重遐济物件啦，咱都认真来做，后日要升天堂，要对地甲伊在上天去安排啦。咱真呢，就是有有无对，做有形的物件来做无形的工作。所以呢，用有来说无，对无来说有，用这个无的理来讲这个有的现象。照无的理，真理是无的物件。讲佛菩萨，你讲佛菩萨讲歹啊，无你人请一个佛教菩萨来我看下，咱要得请，要得请。有人安来讲的咪有咯。所以呢，咱来了解，咱来了解。所以呢，对无的来讲有的，用理来讲遐个姊妹，当然遐个姊妹是，互伊会当来实现。所以呢。